好来，继续来看美国的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抛文，讲伫咧维持国家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开放回答甲 H200的 AI 晶片卖予中国的客户，而且每一笔的交易抽成25%。回答受到这个消息的鼓舞，股票是起超过2%。黄仁勋成功啊！有几礼拜游说了后，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网站写文章讲，已经通知中国的习主席，美国将应准回答伫持续维持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向中国甲其他国家核准客户卖 H200的晶片。美国政府会对中国销售中抽25%。回答嘛，虽做出回应，原俄罗川普总统因准美国晶片产业竞争的决定，这将有助支持美国的高薪工作加制造业。在整个的财政改善，甚至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稀土还有大豆方面的解禁，以及就是美中关系的改善，这3方面的考量的前提之下。虽然川普政府这个决议被当作是美国伫安全甲商业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过黄仁勋为着好晶片会当卖去中国，确实嘛真正大的困难。今年2月伫北京双边会面，川普证实2个人是讨论半导体甲 AI 的政策。经过10川普设宴款待沙国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黄仁勋是自上宾12月上旬，黄仁勋去华府游说国会，并且拜会川普。川普甲俄罗讲，伊做了正赞，几工后 H200就会当销去中国等等的国家，回答的估计虽起2%，其他回答的供应链嘛得利。势必会让台积电的5奈米制程家族的产能更加的紧张，而间接的，其实像台湾的相关的人工智慧伺服器的产业链，也包含了组装厂商跟零组件厂商，当然也会间接的受益。人工智慧时代，什么人会当伫 AI 抢伫先机，对着国家的竞争力是一个大帮助。中国版的回答无线停嘛，已经加入竞争的行列。美中两国继续的竞争，和这场比赛变加充满变化。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